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人权高站正在与中国进行认真的磋商，希望派代表前往东突厥散不受限制地进行访问。加拿大媒体周日播放了对古特雷斯的专访，他表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雷特办公室正与中国政府就访问东突厥散一事进行认真磋商。古特雷斯表示，期望双方的磋商能够很快达成协议，联合国人权高专可以不受限制地展开中国访问。古特雷斯还表示说，中国曾多次向我们表示，希望联合国使团的中国访问能够成行。古特雷斯强调，对于联合国来说，重要的联合国使团的访问能够如人权高专所愿，不受限制地进行。尽管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已在呼吁开放集中营，但至今为止，中国已允许少数外国外交官和媒体成员部分访问其指定的营地。中国当局表示，外国使团可以访问东突厥散，但不能进行调查。阿布都热伊姆先生是居住在阿德莱德的澳大利亚永久居民，他与妻子、女儿和儿子已经分隔两地5年多。大社国际上周发布的一份报告记录了流亡维吾尔族父母与他们的孩子分隔两地的经历，其中包括阿布都热伊姆先生。阿布都热伊姆先生和他的家人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住了将近4年，当时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此前，阿布莱特女士丢失了她的中国护照。2015年末，她带着孩子回到喀什重新办理护照，但此后再也没能与丈夫团聚。自2017年中国加大打击力度以来，人权组织一直强调中国没收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护照的做法。2017年4月，马姆提的父母突然告诉他，太太被警察带走了，他的爸爸后来也被政府关进再教育营一段时间。同一时间，马姆提因担心自己在马来西亚的安危，所以决定逃至澳大利亚申请政治庇护。近日 CNN 的一档调查节目成功找到了阿布多热伊姆在喀什的家，并在那里采访了他的父母和女儿穆赫利塞。这位10岁的女孩告诉 CNN， 她自2017年以来就没有和父亲说过话。我现在没有妈妈陪着，我也没有爸爸，我只想和他们团聚。穆赫利塞在镜头前含泪说道。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上任后首次接受媒体访问，他对《华尔街日报》表示，美国还没有准备好在近期内取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但可能会对与北京进行贸易谈判持开放态度。戴奇是首位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亚裔美国人和首位有色人种女性。她承认关税会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造成损失，但也有关税支持者表示，关税有助于保护美国公司免受外国补贴竞争的影响。2艘中国海岸警卫队船只进入有争议的东海间隔诸岛周围的日本领海。根据该国西南部冲绳县那霸地区的第11区海岸警卫队总部的说法，属于中国的船只侵犯了日本领海。这些船在当地时间4点左右围绕有争议的间隔诸岛航行，并于4点20左右到达南小岛南部20公里处。日本海岸警卫队警告中国船只离开该地区。据日本国家广播公司报道，今年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船只已经11次进入间隔周围的日本领海。长荣海运的巨型货柜轮长次轮搁浅苏伊士河运，至今尚未脱困，导致上百艘的船只航线受阻，引发国际关注。在中国大陆南京，一辆载着长荣货柜的大卡车发生车祸，卡住高速公路，造成严重塞车。3月27日，苏伊士河运管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目前搁浅货船的救援情况。苏伊士河运管理局主席乌萨马拉维耶说，目前河运上有320艘船只等待通航。
这起车祸发生在南京27日早上，事故照片瞬间在中国大陆的社群疯转。海运卡住苏伊士河运，公路塞住长滩高速公路南京段。